们也都可以慢慢的来谱曲。好来。朋友，青年朋友，咱搁来看，你第三节，咱做伙念，大家做伙念歌词。好，第三节，第3节。我踮世间，无论倒位，无论担当啥职，求爸赞我甲人三和，信心德行无失。赐我谦卑仁爱的心，做你济用专一。第4节，天父求你日日赞我，逐项祈祷会成，赞我一心守纪安分，常常甲你同行，家己甘愿看做卑微，彰显天父圣名。我做仁爱天父济用，袂捌受着苦束，因为心内承受真理，做囝无做奴仆。我若常常克己待人，就得自由大福。好，咱同心来念经听候主，做伙来敬拜。兄弟姊妹平安，咱用靠慕的心、敬虔的灵来到圣殿敬拜上帝。请你将手机关机，也是改做震动，咱专心来敬拜。
宣调，恁着用摇花手新的歌，全地拢着用摇花手歌，着用摇花手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摇花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只是咱要用圣诗250首，着恶乐主上帝，来恶乐咱的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的全能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伫你无恶正的事，我们学了你的名，使人顶头生的上帝，我搁一摆未办心来到圣殿敬拜你。我们全心全意敬拜你，主啊，你知影阮的生活的重担，我们将重担放伫主的手中。我们伫遮，只是我们伫遮得到安息，甲重新得到快乐。全能的主上帝，阮伫生活中常常得罪你，做出无合上帝欢喜的事，求你赦免阮的罪。洗清阮心内的自私、骄傲、不义的误会。主啊，求你赏赐阮有圣洁的生活，得到对你来的稳定甲平安。我们将今仔日的敬拜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主开阮的心目，保守林牧师所分享的事实，传达上帝真理的奥妙。帮助阮搁较认捌上帝的作为，你的话语正做阮路上的光来引带阮，
只是阮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愿光归圣父上帝，愿光圣教圣神，三位上帝，三一人，三一人，将来也永远的人。这是咱同心来启约，启约文第62篇，启约文第62篇，就是腓立比书第2章。我来启，请兄弟来译，咱用交托的方式来启约。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既然恁有经验上帝的慈悲怜悯，恁就有相款的心智、相款的疼心、和谐的感情、一致的想法，通互我充满欢喜。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富盈。反倒着有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敖。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着顾别人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智。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出世甲人同款，用人的形体出现，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使伊超越万名的名号。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天顶地上地下一切的脚头拢会跪拜，这声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父上帝。请咱同齐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0章25节到28节。马太福音第20章25节到28节，我来读。耶稣叫因来，甲因讲：恁知外邦人有统治者伫甲因管辖，有领袖伫甲因支配。恁中间就毋应该安尼。恁中间爱做大个，就做恁的妻佣；爱做第一个，就做恁的仆人。拄亲像人子来，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是要甲人服侍，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以上愿上帝的话，成做咱随时的快乐甲亮光。这是教会主日要带咱来学了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歌是从前从前。
愿一切水的歌声，正做芳芳的坐，达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觉。今仔日早起要为咱正道的是林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服侍是咱的需要”。咱将时间交予林牧师。来下这边。咱真感谢主，咱的主日学生带咱来敬拜上帝，也搁一届来互咱提醒咱所信、咱所倚靠的这个天父，伊是一个啥物款的救主，伊是啥物款的天父。咱也真感谢主吼，咱伫咱中间有一寡咱的咱所参与的吼，咱教会所参与的迄个缅甸的这个宣教的这个短宣的同工来到伫咱的中间，同齐甲咱敬拜，咱先请因起立，吼，咱来欢迎因伫咱的中间。毋是干那因去短宣吼，咱嘛参与吼，是干那因代表咱去吼，所以咱期待讲，咱会通搁较关心伫咧即个即个宣教的这个事工顶面。因为这个事工咱伫咧遮咧做礼拜，咱真轻松，咱搁有通吹冷气等等。咱的缅甸伫遐宣教，因一工干那有3点钟有电的时间吼，我若无记毋对，搁划停电就甲你划停电吼。像咱即马遮尔热的天气，我相信伫咧遐搁较艰苦。但是因伫咧迄中间为着要互搁较侪人伫迄中间来接受主的福音做真侪的努力吼。伫咧缅甸遐的迄个宣教毋仅讲有当时还佫有一寡生命的危险吼。咱正光长老要去进前吼，伊安尼总共申请3摆，第3遍才成型吼。第一遍讲要去吼，结果讲车头爆炸，所以咱就知影讲，连要去宣教，就遐尔困难。尤其咱最近即阵若有想要去中国宣教，爱搁较细意，因为你去中国，要所有的遮个，包括你的圣经、你的手机内面，吼，你早圣经去，你就准备互检查吼。你若你的手机你的电脑内面有其他的遮个有诶无诶物件吼，只要伊认定对伊的国家、对伊的政权有妨害，你就有当时你就会伫遐滞留真久的时间，所以咱爱真细意。咱透过咱安尼彼此的迄款的关心，咱期待咱会通真正会通做水的服侍来互上帝的国度会通搁较早日来安尼得到开阔，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愿阮的心所想的、嘴所讲的，得到主你的欢喜感纳，也因带保守阮，互阮伫过来的日子，阮真正会通照着主你的话语来确实安尼来行。愿你的神不断来带领保守阮，互阮安尼所看的、所听的，以及阮的心所想的，以及阮嘴所讲的，以及阮所行出来，真正拢会通互主你的名得到荣光。安尼恳求祈祷，靠操作佢的圣名，阿免。咱进前咱捌分享着讲，上帝旨意的中心就是建立关系。迄个生活中，迄个咱所有的决定，甲着咱每一个行动，拢必须爱为着要为着就是要建立关系。然后咱需要转来到伫咱迄个关系的迄个处事，迄个有一个正确的处事。大先就是咱甲上帝有一个真好的关系，然后是咱甲家己爱有一个真好的即个关系。
咱才有法度甲他人有一个真水的关系。最后，咱才是甲着即个事务代志的即个顶面的即个关系安尼迄个正确的次序有一个正确的次序了，安尼咱才有法度伫咧咱的咱不管是咱的待人接物等等遮的会通得到主的欢喜甲感纳。佮咱头拄伫遐所讲遮的一切，有一个真要紧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服侍。就较亲像咱不管是咱头仔讲到的缅甸的迄个宣教，是咱伫咧咱的甲咱的厝边的迄个互相的迄个待人接物等等。我毋知影讲咱是毋是有法度伫咱的厝边、咱的同事的面前，咱真勇敢来证明讲咱是基督徒。是咱有当时咱会伫遐感觉讲。讲到讲，咱是基督徒，当时咱会感觉歹势，是感觉讲见笑，是咱真感觉真荣光，咱真做一个基督徒，佮人看咱，真正有法度认出咱是军队主的。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的一个真要紧的目的，就是伊毋是干那要满足咱家己，伊家己尔，伊来到这个世间，为着是要来服侍人。伫马太福音20章内面，主耶稣讲，亲像恁主来，毋是要服侍人，那反倒是要甲人服侍，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多的人。所以咱得到耶稣的性命，不断伫遐来培养，甲着迄个活出迄个耶稣的迄个性命，自然会活出耶稣伊迄款安尼迄个模范，甲伊迄个榜样。迄就是啥物货？就是服侍。每一个活伫耶稣的性命的人，拢是一个服侍者。服侍也是耶稣对咱的一个要求。亲像耶稣伊设立12个门徒，伊的目的就是要爱因伫咧中间来伫遐效法耶稣伊所做的代志，就是伫遐来人来传道、赶鬼、治病等等遮的。咱若期待要看到复兴，咱必须爱有迄个服侍的心，因为伫咧服侍中间，咱必须爱伫迄中间时常来伫遐来安尼操练咱迄种看无家己迄款安尼的性命，迄款的性命就是咱是为着耶稣，为着别人，无为着家己的迄款安尼的性命。就迄款的性命是一个充满喜乐的性命。因为咱为耶稣的时阵，咱为别人的时阵，咱无为家己，咱所行、所看、所做一切，拢总是要为着荣光主的名。佮咱所做的是安尼出自咱的心甘情愿，佮是咱甘心乐意来做遮个代志。迄个时阵，咱所做的每一件代志，咱是充满了喜乐。所以迄个迄款安尼，迄个无看无家己的迄款的性命，才有法度活出来。个性命，咱迄款安尼的性命，才有法度去影响另外一个性命，互因也会通成做耶稣的见证者。咱本身成做见证者，互因成做见证者。迄个性命影响的范围，是对咱个人一直到伫咱的家庭，甚至影响到伫教会，佮影响到伫咱的社区，甚至到咱的国家。一直到地极，这是主要所对咱的迄款安尼的命令。这也就是耶稣伊伫咧上天对门徒伫遐讲的，伊对咱所吩咐的。伊伫遐讲讲毋过圣神临到恁的是，恁会得到能力，伫耶路撒冷、全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天边海角，为着我做见证。既然迄款安尼服侍，既然是遐尼重要，而且佫是安那是必须的。安尼，咱就应该对迄个服侍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互咱伫咧咱的即个服侍的即个路中，咱有一个正确的迄个方向，互咱行了会通真安尼安稳，会通久长，佮迄款安尼服侍是会通哪服侍哪有迄款满有喜乐的迄款安尼的心。所以咱要来先想的是安尼，什么是服侍观？佮啥物是服侍？真侪人将迄个
伫咧教会所做的遮事奉，当做是服侍。迄个服侍只有干那限定伫咧教会的中间，安尼是毋是有够额？啊，是讲咱对迄个服侍的迄个概念是干那，即个服侍是只有干那限定伫教会内面。耶稣伊爱门徒正做即个正人的路步的时阵，伊做安尼款的解说。伊讲哪？伊讲若有人愿意迄个做头的吼，伊就爱做正人的路步，迄个做正人的采用。所以咱就会通伫迄个中间来看见。就算讲连安尼接待一个细囝，这也是一个服侍。这也就是安怎咱亲像讲咱的教会，咱是安怎伫遐咧关心着即个子承子恩子佑即几个细囝，也是讲我过去我伫咧服侍教会内面，阮捌伫咧教会办理迄款咱讲迄个叫做迄个课读班、课后辅导，课后辅导伊所收的是迄个安尼中低收入户的家庭。我伫咧过去诶服侍教会内面，当因伫咧做即款的事工的时阵，迄第一工吼，甲遮迄个中低收入户的家庭的囡仔接来到伫教会，第一件代志是遐老师面拢乌去。迄囡仔摕着迄个笔吼，不管是鉛笔啊、蜡笔啊，啥物，伫教会吼，对后壁安尼第一壁安尼画到头前来，规个老师看着面拢青顺顺，毋知要如何是好。但是这就是上帝爱咱做的。伊讲你做伫咧迄个至微细一个，就是做伫我的心上。所以。教会伫迄个中间，就是用着迄个迄种无比的疼来疼遮个细囝，期待遮个细囝，因有一天因的性命得到改变。你用想象讲，今仔日遮个细囝，如果伊的家庭是有损失的，若毋是透过教会迄款用着上帝迄个无比的疼来疼因，来去改变因。即个家庭，遮个细囝，咱甲讲子恩子佑，因即个家庭目前都有3个囡仔，以后听讲阁有第4个。如果教会若无将即个家庭来用上帝的疼来改变因，你用想象讲，遮个囡仔以后大汉了变做啥物款？搁咱的社会会搁造成搁较侪的问题。所以只有咱用着迄款的主耶稣迄款无比的疼来接纳遮个细囝，用着安尼迄种主耶稣的疼来服侍遮个细囝，接待遮个细囝，互遮个细囝因去感受着上帝的疼，因的性命得到改变。安尼，这是咱主耶稣伊爱咱所做迄款安尼的服侍。迄个，但是有一个真要紧的关键就是。咱到底咱所做的，遮所有一切遮行动，咱到底是毋是为着耶稣的名，是为着咱家己的名？今仔咱到底咱教会内面咱所做的遮事工，咱到底是为着滥用教会，是为着我林某某，是啥物人？是咱所接待的每一个，是为着主的名的缘故来接待遮个至微细。这是咱一个真要紧爱去想的代志，因为一个真平凡的行动，无论是做伫啥物人的身上，若是为着耶稣来做，就算讲安尼，迄个咱所做的是一个真小可的代志，但是却是算。是服侍主，因为安尼服侍，所以咱就会通对这个服侍来下一个定义，就是为主的名来做的代志，就是服侍。
如果咱的所做的是为着咱家己，也是为着咱教会家己的名的时阵，安尼迄款的服侍，毋是真正的服侍。只有为着主的名的缘故所做的，才是真正的服侍。不只是干那伫咧教会，伫咧任何的所在，甚至咱所做的毋是无干那限定伫咧迄个叫做属灵的代志的顶面，连咱真平常生活中所做的每一项代志，只要是为着主的名来做，亲像咱互人饭食，是讲互人水啉，甚至提供互人有通住的所在，是讲安尼互人有衣服通穿，看迄个去安尼看顾去关心人等等遮的，拢总是为着主的名来服侍。无论伫咧咱的厝内，也是伫咧咱的职场、咱的工作顶面，也是讲伫咱的学校，咱每一工咱会通拢会通安尼为着主的名的缘故来伫遐来做服侍的代志。这只要是为着主的名，所以咱毋通想讲今仔日，尤其是咱中间，咱有真侪过去，咱拢是有老师出身的遮的老师。如果咱若伫咧学校内面伫遐来教导遮的学生，咱为着主的名的缘故，期待遮的囡仔安尼来安尼得到好的造就，咱嘛是咧为着主的名来缘故，来伫遐来服侍遮的囡仔，为着主的名来坚持到底，为着主的名伫遐来温困做工。为着主的名，伫遐来安尼吞忍安尼伫遐甚至受到侮辱等等等，为着主的名来听咱的遮的对敌，拢是服侍。服侍不只是干那伫咧主日伫咧教会中所做的每一项的代志，安尼若定，伊应该佫较是伫咧真做落实伫咱的生活的中间的每一个项目。为着的是啥物个？互咱伫咧，亲像哥林多前书内底讲咱或吃或喝，咱所求的，拢是要为着荣耀上帝，搁安要互众人得到利益。这就是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互上帝的名，因为咱所做的来安尼得到应该得到的荣光，这就是服侍。安尼，咱要来问的是：安尼服侍到底是啥物人的需要？到底是迄个有需要有人服侍的人的迄个款安尼的迄个才是服侍，是讲是教会的需要，是讲咱家己本身的需要。咱服侍时常因为人有需要，是讲教会即个事工的需要，咱伫迄中间来伫遐来服侍。到底迄个服侍是啥物人的需要？这是一个真要紧的问题。如果迄个服侍是因为别人的需要，是讲教会需要，安尼迄款安尼服侍，是互即个代志，是即个事工、即个需要所推动。直到咱伫咧服侍的过程，咱会感觉安尼，咱讲疲惫，咱会感觉真忝，因为咱互遮的事工，甲咱规个绑条咧。咱伫咧面对着即个困难，是讲咱伫咧服侍顶面拄着遮个一寡问题的时阵，咱就会伫迄中间安尼感觉安尼软志软弱，甚至咱想要放弃。但是咱服侍是为着咱家己的时阵，咱家己的需要时阵，伊就无共款。所以咱要来想的是，安尼服侍到底是啥物人的需要？服侍是咱得救的目的，一个真要紧的目的。圣经甲咱讲安怎？讲因为咱是上帝创造的，伊通过基督耶稣创造咱。互咱通做伊早就准备爱咱去做的遮个好事。即句经文拄好咧对即个
是到底是迄个是对这个得救的人所讲的，啊是迄个得救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咱迄个咱得救的目的是啥物货？咱到底咱爱好好去想即个问题，是要为着行逐样的这好事，就是要为着服侍，是上帝预备咱安尼活伫即个世间一个真要紧的目的。这也就是服侍是咱得救的一个真要紧的目的。若毋是服侍，咱的人生就无意义、无方向啊，咱无法度向上帝来伫遐来安尼，咱讲交差也好，吼，并且咱若无愿意来安尼参与伫咧迄个服侍，咱甚至会互上帝来甲咱责备。马太福音第25章内面去讲到迄个领5000的、领2000的、甲领1000的，迄个之间的迄款的差别。上帝伫迄个中间，只有主耶稣伊家伫遐来讲，伊讲迄个当迄个1000的，伊将伊所领迄个，伊放安尼藏伫咧即个地里的时阵，伊的主人安那回答讲：你这搁歹搁贫惰的奴仆。搁安那后壁搁讲，既若有诶，要加添互伊；若搁互伊有剩，若无诶，连伊所有诶，就要甲伊安尼夺去。所以咱就通知影，咱若领受上帝逐样诶恩赐，咱却无愿意来服侍诶时阵，咱有可能得到诶结果是虾米款？因为迄个服侍毋是干那只有限定教会的这个领袖也是同工，乃是每一个人拢会通服侍。搁安尼服侍，毋是别人的需要，毋是教会的需要，乃是咱每一个信徒的需要。因为服侍是咱得救的目的。咱透过服侍，互咱来证明咱是一个得救的属主的百姓。第二，服侍是安尼操练咱甲主耶稣同工的一个真好的机会，咱甲主同做王的机会。伫咧上帝角度内面，啥物人最大，啥物人要做头，就是遐个服侍者。这就是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文内面所讲到的。迄个你想要做头的，你要做大的，安尼你就爱成做人的服侍者。咱爱伫咧迄中间伫遐来服侍遐个有需要服侍的人。伫咧迄中间，所有遮每一个要做大、要做头的，就是遐个服侍者。安尼，遮个人因是安尼谦卑、弃权，要爱来互上帝伫咧伊生命内面掌权的人。一个人若安尼，咱讲一味的要得到别人的服侍，佮无愿意去服侍别人，迄款安尼的人是骄傲的。伊是干那其他人来伫遐来服侍因。耶稣教导门徒，爱因伫迄中间来彼此服侍，安尼才会通安尼伫上帝国度内面，甲耶稣同做王，伫迄中间伫遐来审判12个支派。所以，咱会通安尼来去想象，就是伫咧天顶，伫咧上帝国度内面，是无容允迄个骄傲的。因为咱会用想象，连包括迄个天使长伊伫咧中间，伊的身上充满了各种的迄个乐器，搁伊是极其的华美的。但是因为伊骄傲，就抵到互上帝来甲伊拍落去安尼地上。所以耶稣用着谦卑服侍的迄款安尼性命来去。安尼赢过迄个骄傲的迄款安尼迄个天使的骄傲，所以伊互上帝来甲伊接纳，直到伊有法度伫咧安尼第3日受伊互定死了，伫咧第3日上帝将伊甲伊提升去到伫上帝的正边。所以咱就通知影，迄个
要甲主同工作王的，咱必须要成做一个服侍者，毋是迄个被服侍。咱捌伫咧迄个，咱捌伫过去，咱捌听安尼有分享过，就是迄个看无家己的迄个锁匙，一个真要紧的，迄个锁匙就是谦卑。伫咱的迄个分享内面，咱有提起了真侪遮实际的迄款安尼操练的遮个例，帮助咱会通伫咱的服侍的中间，咱逐工伫遐来操练咱的谦卑，伫咧服侍的中间来操练咱看无家己，咱遇着迄个看无家己迄个性命来伫遐来迈进，预备咱家己会通将来有安尼会通甲主三个同工，三个同做王。第三，咱迄个服侍是要帮助咱会通是一个成长的机会。伫咱的生命的迄个规律的内面，咱会通讲迄个安尼生命的迄款的成长的规律是有进有出。咱伫遐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咱食米。咱食一寡遮的食物了，咱消化了，咱排泄出去。这伫咱的生命内面才有法度，互咱生命来得到成长，得到安尼生存。佮服侍就是咱的迄个属灵的迄个成长的养分，是要互咱搁较济来经历上帝伊的迄款。伊的迄个大能的作为，伫咱的生命内面的机会，要互咱无搁再安尼伫遐，咱只有干那无搁再，咱是迄个被动伫遐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安尼若对啊？咱乃是要主动来去分享咱对上帝所领受的，来互其他的人甲咱共款，会通领受上帝迄款安尼的遮的恩典满满。就甲亲像咱伫咧细汉的时阵咱互父母照顾，当咱长大了，咱诚做成人，咱会通安尼诚做别人的父母，咱伫迄中间来照顾遮个细囝，迄个有进有出，迄款安尼的循环，毋若是即个囡仔来得到成长，咱做父母的，咱伫咧咱家己的生命内面，也会通得到长大成人。这就是是安怎有侪遮个儿女，当伊长大汉结婚了，伊后来诚做人的父母的时阵，伊才有法度去伫迄个中间体会迄个做父母的迄款咱的心情。这就是一种的成长。当伊诚做别人的父母，伊才有可能成长。今仔日咱诚做一个主的基督徒，如果咱若只有干那不断伫遐来领受，咱无愿意诚做一个服侍者的时阵，咱犹原只不过干那是一个属灵的婴儿，安尼若对。咱只有当咱愿意来付出，咱愿意伫遐来参与来服侍的时阵，咱就要伫咧迄中间来得到成长，咱也要诚做人的属灵的父母。所以这也是安怎？伫咱的教会内面，咱有做遮个事工，咱也伫遐来邀请着做遐兄弟来参与伫遮个事工。因为当咱伫迄个中间咧参与的时阵，咱伫遐一边参与，咱也一边伫遐来体会上帝的恩典，搁伫遐来体会上帝伊怎样，互咱原底本底迄个无可能的，因为咱伫遐来参与，上帝互迄个无可能的，诚做有可能，咱就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经验上帝的大能伫咱的生命内面。所以咱安尼用着迄个主动的服侍，咱。搁迄个服侍的中间，咱伫迄中间来伫遐来享受，因为迄个有可能是因为别人伊拄咧经验迄个生命的痛苦，甲迄个需要的时阵，咱因为参与伫咧迄个中间，咱参与伫咧服侍，就咱伫迄中间来得到成长，安尼迄款安尼的一个机会。所以，若要讲，就讲别人的痛苦是诚做咱的成长的一个机会，但是咱毋是讲安尼，咱期待别人来得到成长，伫迄中间来安尼得到安尼苦难的时阵，咱伫遐来欢喜，乃是讲咱伫迄个中间来参与，期待伊所经验到的伫迄个中间会通安尼来得到减轻，咱也伫迄个中间，因为咱的服侍来互伊所
经历的迄款的痛苦来得到减轻，咱也伫迄中间来得到成长。第四，咱要来想的是福赛是啥物货？福赛是咱投资的机会。伫咧世界甲世上的即个代志，拢总是暂时的，也只有天顶的代志是迄个永恒的迄个价值。安尼要怎样？安尼将即个迄个咱讲要安怎积财宝在天？耶稣对迄个少年的财主所讲的是啥？伊讲你所欠的，你所欠亏只有干一项，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互善车人，你就要伫天顶有财宝，然后搁来对我。咱通可见，迄个不管是变卖所有的，也是讲分互善车人，也是安尼服侍咱遮有需要的人，就是接住财宝伫咧天顶的一个方式。这也是主所教示咱的。所以耶稣爱即个少年的财主安那。将伊所拥有的即个金钱分互遐有需要的人，搁安那，搁咱毋若会通安尼，迄落透过只有干那金钱，咱甚至咱嘛会使透过咱对即个人伊的祈祷也好，也是讲咱奉献咱的时间，也是奉献咱伫遐来关心照顾，也是讲咱安尼做侪遮的服务。咱期待咱所服侍的人，安尼，咱为着耶稣的缘故，将咱所拥有的来分互遐有需要的人，这就是一个服侍者。这也会通来互咱接住伫天里。迄个世上这一切，拢会真做过去，所留落来毋是咱个，迄落毋是咱的，所有一切，咱所接触的，你搁较多无，搁较侪。不管今仔日，不管是你伫咧台积电你投资了多少股票，你赚了多少钱？等你转去的时阵，你所拥有的这个，拢要变做别人的，无法度留落来互你家己。只有将你给出去，把你所有的给出去。迄才是咱的，因为你当你给出去的时阵，人永远会记你，这个是你的。换句话来讲，服侍是将迄个地上所有的投资伫咧这个天顶的一个方式。每一届的服侍，就是咱投资伫天顶的迄个机会。所以咱会通透过服侍。咱会通安尼伫迄中间，毋但互咱会通得到成长，佮甚至咱也会通帮助咱会通成做咱投资天顶的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机会。第五，咱透过服侍、参与服侍服侍主要互咱成做有路用。耶稣伫咧即个即个论才干即个5000个领5000个，甲领1000个。2000个即个中间，伊所伫迄个中间所讲的，有人摕5000，有个人摕着2000，有个人摕着1000。咱到底是用一个什么款的心态来看这段的经文？咱会通看去迄个经文内面讲起，就讲迄个领5000个，伊搁趁5000转来；迄个领2000个，搁趁2000转来。不管是5000个、2000个，因伫迄中间，因无伫迄，尤其是迄个领2000个，伊无因为讲迄个人伊摕了5000，所以我就伫迄中间我无爱做。伊有缘照着伊对属伊的主人领着2000，伊伫迄中间来忠心来伫迄中间来服侍，伊就伫迄中间来伫遐搁来趁着另外的2000。同款，上帝伊爱要求咱每一个人，伊所赏赐予咱无同款的遮个才干。毋管你是偌济，你所领受的是偌济，你所领的是济还是少，上帝要求咱的是用着你所领受到的才干去做服侍，要互咱伫咧即个天里，咱伫咧咱的天顶，只有咱肯使用上帝互咱的遮个。迄个才干，互咱的遮恩赐，咱
当咱欢喜来去使用的时阵，咱只有甲讲，咱叫做只有赚没有赔啊。当咱安尼摕到祝福咱的安尼，咱讲不管是温数也好，这银子也好，搁去趁搁较济这银子，无论趁济趁少，拢是要得到上帝、得到主人同款的称赞甲祝福。但是迄个领1000的，伊却是将迄个伊所领受到的即个银仔来甲抬起来。等伊主人转来的时阵，伊伫遐伊讲原物奉还。主人不但伫遐来责备即个伊即个奴仆，佮将伊所有的伊所摕到的，摕互迄个有迄个1万的。所以咱毋通以为讲服侍一件小可代志。真侪人无愿意服侍，是因为伊感觉家己伊所拥有的并无真侪。伊甲别人伫遐来比较的时阵，伊感觉讲我所领受到的是那么的微不足道，真正是安尼吗？一台机器如果缺少了一颗小螺丝，这颗机器它就不成为机器。甚至有因为可能这个小螺丝的关系，迄个机器无法度运作。迄个无愿意服侍，咱有当时咱会感觉讲我这小看人，我只有我无啥物才调，安尼应该袂去影响到上帝的国度，上帝应该袂来安尼责怪我。咱毋通安尼看轻咱所拥有的，就算讲咱只有甲他领1000的，咱也爱用着迄个1000来去做服侍。因为上帝伊的原则非常的简单，伊的原则是啥？伊讲既若有诶，要安怎？要互伊搁较济，甚至互伊有剩，无诶，连伊所有诶嘛要甲伊抢起来。这是上帝伊对服侍的原则的一个真简单的迄落安尼讲说明。所以无论咱感觉讲咱家己到底咱家己感觉讲咱家己是领受迄个济还是少的，咱只要咱所需要是啥？就是爱去使用，因为用了就有用，不用就无用，而且是怎样？越用越好用。咱无愿意互主使用，你会发现呢？我就讲上简单的，咱的中间内面，我相信咱有真侪兄弟姊妹，你伫咧厝的，可能你拢真爱唱卡拉 OK， 但是来到伫教会做礼拜，唱圣诗，不管是唱圣诗也好，唱什么诗歌也好，咱拢唱细细声。唱歌是毋是服侍？当你伫咧敬拜时阵，你无愿意来用着你的声音来将一切娱乐归乎咱的天父上帝。结果你伫咧厝的时阵，你唱甲安尼大细声，不管迄个音调唱了好也歹，但是你伫咧中间，你尽力伫遐唱。结果伫咧敬拜时阵也好，也是讲伫咧甲着所有遮的兄弟伫遐咧分享的时阵也好，你安尼感觉讲我唱着细细声。你甚至也无愿意因为你有真水的声音，你也无愿意来参与伫咧诗班的内面。有一天，上帝要把你的声音收起来，因为上帝予你的恩赐是要来成做荣光伊的名的器具。如果咱也无愿意来将咱对上帝所领受到的，来安尼奉献予上帝使用，佫是欢喜来使用，参与伫咧伊的国度内面，你会发现你的迄个恩赐，原底本地有的，你会感觉拢拿来拿少。所以咱需要的是不断伫咧中间来伫遐操练咱家己，咱透过咱伫遐来欢喜服侍的时阵，咱伫遐甚至咱
咱会用甲上帝祈祷，安怎祈祷？讲主啊，那我安尼无偌济才调，但是我欢喜互你使用。咱是毋是会用有安尼迄款的心态？当咱若用到迄款咱的心态的时阵，就算讲咱袂晓，咱伫迄个中间来参与，甚至来共问讲啊，你即个事项顶面，我需要注意啥物货？我伫迄个中间慢慢伫遐来练习，慢慢来操练。上帝伊就要安怎？讲因为你的有，伊要互你搁较济，甚至互你有剩。当咱伫遐看见别人伊有啥物款的恩赐，有啥物款的恩典的时阵，咱到底是要诚做迄个只有伫遐等人来甲咱服侍，啊是你伫迄个中间，你欢喜来参与伫迄个中间？伫咱今仔的经文内面已经甲咱讲起着，因为有诶要互伊搁较济，甚至互伊有剩，无诶连伊所有诶嘛要甲伊抢起来。所以咱会通搁一摆来回想，头拄仔咱所分享着，啥物是服侍？服侍的定义是啥物货？咱有正确的服侍观啊无？第二，咱伫咧服侍的过程内面，服侍到底是啥物人的需要？咱有常常伫咧服侍中间，咱经历着上帝，伊甲咱三个同在啊无？啊，是讲咱伫咧服侍中间，咱有哪服侍哪甘甜啊无？第三，上帝透过咱的服侍，爱咱伫咱的生命中间成就什物款的代志？佮为什么服侍是咱的需要？安尼咱有遵守即个属灵的原则啊无？期待圣神不断来带领咱、引带咱，互咱各过来，咱有一个无共款的服侍观，咱欢喜伫咧中间来参与伫逐样的服侍。上简单的，今仔日是6月30，咱伫7月份，咱的7月初，咱的主日咯，就伫咧安尼有即个暑期的采访营，咱。虽然讲咱的遮个主日咯老师等等遮个拢已经安排侪事工，如果你若有时间，鼓励咱众兄弟，咱来参与伫咧迄个中间，咱来陪伴遮个细囝因伫遐来成长，咱就会发现，当你哪服侍，你会发现你有哪来哪侪遮个恩赐、恩典，会愈来愈侪加添伫咧你的身上。当咱哪服侍，咱就会参与伫上帝国度内面，就咱要财宝伫天里这是咱服侍，是咱安尼得到安尼咱讲投资伫上帝国一个真好的机会，咱同心来祈祷。阮哋的主案，搁一摆安静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圣神来，搁一摆来提醒阮，来光照阮。互阮看见阮的性命，主啊，阮过去如果阮若安尼真少参与伫主你国度的服侍，甚至阮也伫阮的日常的生活中，阮嘛无为着主的名的缘故来去安尼服侍伫阮的厝边，甚至阮伫职场内面，阮的同事等等遮的。主啊，阮领受主你的话语了，当恳求主圣神来亲自改变阮，互阮过来伫阮的日子内面，阮不管阮所拄着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代志，阮所做的每一件代志，主，阮无为着阮家己来做，主，阮要为着主你的名的缘故来服侍阮所服侍的。不管即个人，伊是我的客户，是伊是我的服侍，我的学生，我的同事，我的厝边隔壁，主啊，但愿你的神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过来，阮有一个无共款的生命，是伫阮所做的每一件代志顶面，拢要互主你的名得到应得的荣光。我安尼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咱同心来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46首，天父我知一生光阴，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福，我愿照主所爱，恳求上帝现时赞我，全有菩萨敬拜。求天父降福我心，体贴情人的情，快乐的人个人快乐，有阮互因安慰。爱心事失去点心，安慰别人无听。我念世间无论倒位，无论南东城市，求要赞我个人三好，信心着幸福时，赐我谦卑忍耐的心，做你誓言专一。天父求你日日赞我，大项祈祷为正，赞我一心笑给安稳，常常甲你同行。家己甘愿看做秘密，永远天父生命。做你爱天父誓言，袂目受着苦楚，因为心内先求真理，做囝无做奴仆。我若常常客家带领，就你自由大好。请咱犹原徛着，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宣认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人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伫山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地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事，圣国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奉献，请李恩心执事、李恩清执事书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有第一摆来唔知影奉献意义的人，他唔免奉献。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我
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阮丰富的恩典，甲气力，互阮会当伫遮来甲你面前来学到你，来服侍你。啊，求你赏赐阮搁较侪的恩典，啊，搁有气力，互阮会当继续有这个心志，一生来服侍你。那么，阮用你所赐予互阮的，阮提出淡薄来做教会圣工的内容。求你感染，阮的祈祷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金句，伫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咱连续读2摆。来，拄亲像恁主来，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是要甲人服侍，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搁一摆。拄亲像恁主来，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是要甲人服侍，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马太福音第28章28节。再来，咱来疑心报告。前段牧师有介绍，面对短宣队的朋友有，张阳兴、黄永芬、刘芳如、吕祖恩、杨念慈、李洪佳这些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敬拜上帝。安请正宫长老来补秋。真感谢哈，在去年年底哈，我们这个短宣队去缅甸了哈，今天特别来我们教会来感谢大家为我们代祷及奉献。我们最远的是从高雄高雄纷纷哈，然后再来就是台中哈，这个是传道了哈，刚才这个是社工员这传道是今年毕业看到我们宜兰这个美丽的风光哈，连空气都是甜的。我想应该会有想要到来我们南洋地区因为我们南洋地区好像有职缺他可能会分配到这边为他祝福这位是他的未婚夫这边那再来就是南投的南投他原住民布农族的，但是今天特别穿了缅甸的衣服了印尼的，好，他是神学生学生，然后再来就是新竹。对，新竹方如他也是长老我们组成一个队到缅甸来宣讲最后我请这个在台北的当时的金兵协会的专员来为我们组成，我们请他来讲几句话。各位兄弟平安，阮是旧年去到缅甸服侍的圣诞报道第期宣教队，我是短宣队领队杨新今日真欢喜会当亲身来到南洋教会，看到教会众兄姐，嘛真感谢教会接纳甲服侍，尽心参与伫缅甸宣教事工顶。毋管是长期的宣教，还是短期的宣教，阮拢受到南洋教会的关心、带导甲奉献，互阮感觉真甘心，嘛真有安全感。去年因为教会兄弟帮赞甲带导，伫8天的行程当中，阮拢总有去6位所在报道甲服侍，受服侍的有超过700人。服侍对象大部分拢是因为战争受难的难民甲散车人，也因为教会咱大方的奉献，互阮有一寡经费会当买一寡油、米甲糖，才会民生物资。通好伫圣诞节期，甲当地未认捌主真理的兄弟姊妹来分享咱主耶稣基督迄款无条件、毋免代价的恩典。嘛，请各位会当继续用代祷来纪念因的需要，信仰的增长，嘛，阁有当地传道人手头所做的所有事工。最后，杨新伫遮代表咱第选队南洋教会，甲咱正宫长老献上阮的感谢，多谢。
看报告事项。第一点，7月初2到初5，就是佮过来即礼拜拜2到拜5，下晡2点到5点，本会主日举办美味想想儿童品格营，请兄姐为着活动来关心甲带导。第2点，下主日是社会福利事工关怀纪念甲圣礼典主日是合堂礼拜，9点半开始。礼拜中要举行圣礼典，礼拜结束了有爱餐，请兄弟留步参加。第3点，交代到有空本会各项奖学金甲基金管理办法来手册，每户一本，请兄弟家己来摕。具体消息，第1点，本主日就是今仔日下晡2点到5点，伫宜兰教会举办南洋区信徒造就会。主题是普度众生，唯靠耶稣。讲师是王武聪牧师，非常欢迎兄弟参加。再来，咱来看第9点，荣兴长老教会福明圣主任牧师有出版《圣经灵修》第2册，要做荣兴教会的建堂奉献。欢迎对读圣经灵修有兴趣的兄弟。来办公室登记甲购买，其他的项目请咱家己过目。带导的事项，请咱家己看本周的带导函，并附上祷告的代价。再来，顶周的聚会出席报告奉献，请咱家己过目。主日的事项表，请服侍的同工准备。会计报告的部分，请咱家己过目，若有错误，请财务同工来更正。这是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阿拉法、欧米伽的主，是世界的主，是满有恩典甲慈悲的上帝。我们学了你的名，主啊，你是台湾的主，我们继续为台湾来祈祷。恳求上帝赏赐政府官员有疼百姓、疼这个土地的心，有智慧突破目前立法院乱象的处境，甲两岸关系的问题。主啊，恳求你，予因有行公义、心存怜悯。有谦卑的心，甲上帝相甲同行。主啊，我们为全球气候的改变来祈祷。炎热的气候有侪人咧受苦，求主人民院赦免阮过度使用破坏的罪。求你人民院，予阮有智慧来管理。主啊，我嘛要为暑假主日学的品格营来祈祷，恳求上帝使用这个活动，互活动顺利进行，祝福伫每一个来参加的小朋友，将福音的种子放伫因的心内，发芽不已。主啊，我嘛要为教会青少年来仰望伫主的手中。阮知你伫因的心上有美好的计划，你知影因的心思意念，你嘛知因的心内有侪的矛盾甲冲突。求主帮助因，圣是因带因，光照因，赏赐因有属天的智慧。主耶稣的疼充满伫因的心内，互因疼上帝的心，赢过疼这个世界。主啊，恳求你帮助有青少年的家庭，互父母甲青少年有好的关系，有良性的沟通。亲爱的主耶稣，因为你受的刑罚，阮得到平安；因为你受的逼迫，阮得到医好。我们为教会中生病的兄弟来祈祷，恳求上帝医治甲讨棒，互因早日恢复健康。嘛要将教会中心内软弱有重担的兄弟，
交托仰望伫主，互因知影亲近主，主就要亲近阮。你是阮坚固的大石盘，你是阮随时的帮站，是阮倚靠。阮倚靠你，阮就会使坚强徛在。主啊，阮要为教会中年老的兄弟姊妹，求主时时刻刻来保护因、看顾因，甲因同在，互因心内充满主的平安甲喜乐。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这时，请咱做伙来吟上扬399首，愿上主大仁爱，愿上主大仁爱。请咱起立来吟，吟诗煞请林牧师来祝祷。愿上主大仁爱，坚定你心内。主，阮满心感谢你，愿透过阮所领受到的，主你圣神不断伫阮日常生活中的看、听、想、讲，以及阮所行的，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互阮会通来用着为着主的名的缘故，来安尼参与伫逐样的这个侍奉顶面，互主你的名，因为阮所侍奉的来得到荣光。也互你的名安尼会通来遍传伫阮逐角落，互侪人因为阮所行所做来欢喜来亲近主，来接受主做因一生的救主，互因的性命因为阮的所活出主你基督的香味，迄款安尼的性命，互因的性命也得到安尼受到影响，来得到改变。但愿圣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成圣。各愿恁的心甲魂，你个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请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咱彼此用这条祝福诗歌，同齐来祝福。愿意就更难的
咱倒转，愿上帝讲，因伊照伫咱。愿上帝行，因伊行伫咱。愿上帝听，因伊念伫咱。愿咱所受一切温暖，变明伫咱所做所讲。